前日昨晚引起争议的国会改革法案，有真侪民众去到立法院的4颗位啊集合，发起和平的青鸟行动抗议运动，引起全台湾串联含国际关注。落尾全世界关心青鸟行动的人，大家做伙捡钱，斗阵去甲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 LED 看板摔落来。竟伫咧6月初4这天，要向国际放送谈话，展现台湾人团结守护民主的决心。伫咧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 LED 看板播送的动画，以青鸟台湾乌熊晶片一寡元素来传达台湾的意向，也透过灯票因仔轻的色水一寡元素，传达台湾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。发起计划的海外青鸟公马应援团表示，这个30秒的动画6月初4这天，每5分钟就会播送一届，依次24点钟。另外，因也强调讲，这个计划无代表任何人或者是政党团体，是全世界关心青鸟运动人士的心血，共同打拼的结果，向国际来传达台湾民主价值的坚定信念。